进前伫公车也是捷运的达不时，拢有这博爱座敢的让位的纠纷。高雄市有议员就来建议讲，会当来比较日本来设计一种求助标志的制度，互大家一个看到就知影讲，这个人是有需求的。社会局是表示讲，会邀请各团体做回来研究。头发在外面哈。OK。高雄捷运人员真侪心卡时段，这个爱心牛柜的大纸爱安怎使用？两位时段今年拢已经80岁啊，若是无讲真正看袂出来。先是讲太太因为有牙怪啊，在捷运3人拢会牛柜，不过人话做一机就常常拄到无柜通坐状况。高雄捷运表示，这个爱心牛柜大纸已经推出10多年啊，无论是有心、身体无爽快、行动不便，也是坐过人，只要有需要，拢会当去捷运的服务代替。他拿了拐杖，基本上都会让座。那我好像比较。这个有 power， 说哎，你好像不是老头子。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身体有一些隐疾，或者是他真的是不舒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不会去非常的深究说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有这样的需求。不过除了这份，高雄市目前并无统一的识别标准，各地嘛常常发生博爱座敢爱让位的纠纷。有议员建议，会使比较日本的做法，由公部门来做一个统一的标准，亲像这个 Hail Mark 互民众申请，因为部分的民众确实是无法度对外观来判断其的让位需求。对此，社会局表示，将会找相关单位来研讨。那具有这个 Help Mark 标志的人他会怎么样去提供协助？基本上在日本呢，他们会去推广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一个 Mark 的人，你要建议你可以主动的让位给他。要考量到使用者是否有隐私的考量，以及标签化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社会局呢已经着手在收集我们团体的意见。议员强调，高雄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博爱座的数量是无符合现实状况的。公部门应该爱推测，大了以下拢是博爱座的观念，和民众只要看到有需求的人，就会当主动让位。记者柯家如、柯昭阳、高雄场报道。